上帝講錫我嘅人，我救佢；信任我嘅人，我保佑佢。嗱，係講是個世間嘅喺度，是個要隻心錫上帝，敬重上帝，佢保佑自家，佢照顧自家。嗱，係要上帝保佑自家，是個世間嘅自家唔是強，唔是犯，一天佢帶自家去得勝嘅路。嗱，詩篇91:15按樣人講到，上帝講係講佢寫我。佢就佢禱告隔我，我答應佢。當佢不實之時，我救佢。係講佢要痛苦，我帶佢撇走。哇！上帝錫自家錫到，自家要痛苦，要冇辦法，死佢求佢禱告對佢，佢把出一奇妙嘅手嚟幫助自家，開路本自家，第一前出得到嘅平安咯，得到嘅健康咯，要平安。要健康，要精神，這個世間裏做乜嘅都要得到勝利，要得到有利息，因為到上帝嘅個同在。嗱，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係講你呢下要不實，要痛苦，要煩惱，我禱告上帝嘅同在，上帝看顧你，上帝開路本你，上帝祝福你，身體健康平安，上帝帶你去。得勝嘅路，勝利嘅路，你相信你得力嘅信者，所以耶穌名我禱告，阿門。